气候变迁，全世界拢受影响。根据科学家研究，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创新高，地球的碳预算会伫咧3年内约悬。这也致使巴黎气候协定要甲全球温度提升控制伫咧1.5度以内目标变搁较硬斗。巴黎出现小影，6月份平均的温度是24度，19月上关温有甲31度。真侪游客拢戴帽仔甲挂乌针目镜，或者是去较凉的所在较袂遐热。因为英国伦敦的气温日暗算会到32度，有60外个国际科学家的团队共同发表一份报告，而且刊伫个期刊的。内底讲到，因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创下历史新高，所以地球的碳预算按算会伫未来3年内用了。这互巴黎气候协定要甲全球气温加悬的幅度控制伫咧1.5度以内，希望变甲愈来愈困难。At 1.5 or at 2 degrees, we now expect higher risks to ecosystems, to poor populations, for tipping points to happen, and for extreme events to happen. 所谓的碳预算是要互巴黎协定的目标实现的纪律，若维持伫咧50%，全球上济会当排放温室气体的总量。联合国政府之间气候变迁小组伫咧2021年估计，苏当时剩的碳预算是5000亿吨的二氧化碳。不过目前上新的研究，剩的预算降到干那剩1300亿吨。研究指出，2024年记录到的全球暖化的程度是前到大毋捌看过的，而且强化对气候变迁灾害控制的能力、甲适应的能力，是完全约袂到碳排放量直头增加的情形。We are seeing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extreme heat. We're seeing it on extreme rainfall. We're seeing it on sea level rise and storm surges. If you're in a coastal area, we're seeing it in wildfire. It doesn't affect normal people. It's affecting normal people and it's affecting them all over the world. 报告当中估计，在过去10年，全球平均的气温比工业化进前平均增加1.24度，其中的1.22度是臭树仔、臭森林、燃化石燃料等等人类的活动所致。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。